再來是有關新北市長的選戰，哪裡兩位參選人李四川甲蘇巧慧要搶老大人的票，攏針對着敬老卡提出政策。相關競選總部的老規矩，這兩個櫃子是不是都幫我們填滿一下？我們可以開清單。懂了。民進黨新北市長參選人蘇巧慧帶前總統蔡英文去參觀競選總部，佮檢查後，因為面對競爭的對手，恐驚就袂遐輕鬆。最近提出政策在空中交戰。希望這一個部分，因為敬老卡的提升，那擴大使用的範圍，對我們長輩有一些幫忙。是敬老卡升級成為每月1000點，而且呢，效期不只是1個月，它直接拉長成為1年，讓大家可以更彈性、更好的使用。蘇巧慧、李四川攏鎖定銀髮族的福利，新北市65歲以上的人口超過81萬人，針對老大人反映這個敬老卡使用範圍有限。李四川主張將600點，其中的300點變成悠遊卡，會當去買菜、甲看病、掛號、提藥等等。對手蘇巧慧是要將敬老卡每個月額度提懸到1000點，會當用於交通甲生活上的所費，政策都未曾落實的，兩人開始正向成講的。大家稍微查一下就可以看得出來，其實我在今年過年2月的時候，就率先提出了6大福利政見，這其中就包含了敬老卡升級。使用範圍說實在不過大。李四川閣批評講，蘇巧慧哪反對財劃法，撥款予新北，哪閣要增加預算。如果蘇巧慧沒有選新北市的市長，他也不會去提。國民黨質疑講，政策只是選舉的支票，民進黨是強調講，照顧老大人本來就是城市首長的責任。雙方是你來我往，充滿火藥味，為着政策互相的對嗆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